说，我很感谢市政府帮了很大的一个忙。像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当初就是能够保留的，没有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你在看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是我们提供的，你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很多文物在那边，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说，创造不止3赢的，是多赢的。你是台南市政府赢，然后那个二空居民也赢，那我们也赢，那所有的全国百姓都会来。继水沼社园区之后，这个二空新村园区是我们台南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首先呢，非常重要是我们复刻了当时的这一个二空眷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希望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当时的情怀，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情味。这一次展览所有的物品跟家具，大部分都来自于原本的二空眷村，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电视柜啊、照片啊，都是当时的二空眷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柬二空新村迎向未来。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来动土，那现在终于能够让许多满满眷村回忆的朋友，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甚至外地来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台南二空的过去一段历史。过去长久以来，常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改建，我们的眷村文化馆的成立，能够好好把眷村除了硬体的维护建筑的维护之外，它的软体以及它的文化，甚至包括它的美食，都能够留存下来，那能够让很多好朋友，不仅是眷村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眷村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也能够这个了解那一段大时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感谢我们中央文化部，也谢谢我们议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垫付款项，那能够让这个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共同尽一份心力。你好，是讲嘅欢喜看9月3号中加台南电新闻。位伫安南区北安路4段就北里水圳，因为长期杂草生甲满满，经过当地里民တင်前，立委陈廷辉邀至农水署来会勘，初步达成立美化共识，打算整个沿线1公里长，大约2500万的经费来争取中央支持。伫安南区就北里民甲里长康汉人的反映，伫北安路4段对中和路口一直到北安路尾，路边农电水利署的灌溉沟渠，因为欠缺管理，造成杂草丛生。对此，立委陈廷辉下午邀集了农电水利署、台南分署的副处长黄景文，甲伫安南站的站长共同会勘，初步共识就是加强做立美化甲步道。避免杂草，增加里民的休闲使用。北安路4段整个，然后咱这个农电水利会这个因的所管的这个渠道，这个渠道其实周边杂草非常的多，造成着地方会感觉较脏乱。所以今日特别邀请着农电水利署来现场看，要安怎对咱中和路一直到咱北安路尾，甲咱这个专长差不多2公里的这个距离，会当做一个上好的处理。总经费大概2500万，就是甲咱做优先股，
啊，然后佮甲边啊做咱即个绿美化的步道，互咱地方会当来伫遮运动休闲。我相信安尼才会当互咱的地方感觉讲，咱的政府有来关心咱地方的环境所以这整个经费2500万，咱会第一时间赶紧来向着咱农田水利署来争取，然后一定要互地方感觉讲咱的环境是无问题尤其咱即马登革热遮济，咱的即个杂草一定要赶紧处理掉，若无伫遮的环境，咱居民嘛会烦恼。整个安南区旧北里农田水利署的古区，对中和路到北安路尾，长大约有1-2公里，属于有形的灌溉古区。农水署的人员表示，因为无更紧，所以容易来发草。未来改善以后，会来增加步道，加强管理，希望提供里面休闲的空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一名家长伫网络公益查某囝伫文化博览会当中被蚊虫的单位指控偷摕，员工甚至要求收查因规家怀的包包，结果发现是5岁以后无道歉，也呛讲欢迎检举，态度相当恶质。文博会吸引10万人人潮满满，有一个会排了1点钟才入场，也毋过才踅到电椅搭尔尔。受访业者怀疑因的查某囝有偷摕商品。小朋友就也没想什么，他就把包包打开，就跟爸爸说：“就这2张名片，看完就确定没有拿东西，我们就进行下一趟了。”这个会自行把卡棒拍开检查了后，双方确认只有2张免费的面试，才继续去踅。也毋过，予业者查掉的，也佮要求爱抄找卡棒。也佮肯定的讲，商品一定放藏伫别所在。不过，伊在检查并无发现有商品，事后想要业者回失礼，双方讲欢迎去检举。我听到这个，我就整个大爆炸，我就想说，你们可以这样子乱，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乱讲话吗？但是不好意思，含在嘴里讲来了，不好意思，可以走。你们可以离开了。去踅文博会活动最差啦，毋但好心情全拢无落，查某囝的心灵嘛受到伤害，甲代志经过抛到面册顶悬，业者的卖种业全拢互网友留言，话讲会当去提告。对方就是说你要去告就去告的。对啊，就去告没有就没有啊，对啊，我是这样想，会感觉还蛮不好的。如果是当众大家收包包，有点尴尬。业者发出声明，表示讲现场环境较差，全程拢有甲家长做沟通，造成困扰，非常失礼。目前嘛已经报警。根据了解，这单业者偷摆到文博会，就发生代志，互人留下无好的印象。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台南市南区公所的艺术空间，这回以新台南北京为主题，展出45把相当特别的非真秀。唔知大家敢知非真秀？伊就是跳脱传统尖线手工的创作，虽然有难度，不过却是对4岁到7、8、10岁拢真适合学，透过镜头做回来欣赏。南区艺术空间第一摆展出的画绣创作，甲咱过去所看到的刺绣并无同款，用针代替笔，以绣线代替颜料。不管是人物、风景，或者是飞禽走兽，拢相当逼真。尤其这回乱将绘绣协会会员甲台南大学会将绣办书生，以新台南北京为主题结作，更凸显创作的美感。有这规划是会业老师，就希望传承，提供4岁到7、8、10岁年纪拢适合来学，嘛互会将绣再创江山艺术新的一页。非真走秀绣花开的联展主要是邀请姚老师主导的那个非真秀的团队来展出然后希望借由绘画中的素描和构图、透视、色彩等画法应用在刺绣针法上就是以针代笔，像作画一样，能够把肌理这些绣出来。所以从4岁可以拿针的，到年老的，像我这么年长的都可以绣而且我们用这个免穿针，可以压下去就可以的，
而不需要眼睛看不到。而且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有弱视的，他都可以医生叫他要学绣，因为这样专注力会提升他的眼力。9月2號首典頭一天，民政局副局長嘛到場致意，除了大開簡介，對着作品回應台南400紀念特別有意義。亂針哈，其實我覺得是亂中有序哈，它那個針哈，真的是你如果細看的話，真的是非常美，非常美，可以看得出它的精巧哈，它的那個藝術的一個非常可以說已經讓人家很難想象哈。一個針線能夠繡出這麼好的一個漂亮的圖案啊，可以說一個看了之後心靈的洗滌哈，讓我們也能夠更加沉澱哈。該展覽將到11月29號，歡迎市民來到南區區公所欣賞難得非針繡的藝術創作。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第六屆虎城漢堡美祿節31號喺小西門廣場熱烈展開。現場一下46間出名的漢堡店家以及行動餐車，要讓消費者上到食的漢堡美食。虎城漢堡啤酒節以高為概念主軸，就由漢堡的高度傳達台南高麗素人情傳統，站站塔嘅麵包、蔬菜、百擺甲醬料，不僅美味，連視覺攏真享受。真好食，來。副市長葉鐵山表示，去年舉辦第5屆漢堡節活動後，好評不斷，真儕朋友攏表示非常期待。今年結計46間漢堡節能，小吃店店家單位，喜愛漢堡美食朋友千萬唔通錯過。今年已經邁入了第6屆了，有46家這些漢堡的職人，大家共同聚集在這邊，讓大家去分享大家所意想不到的漢堡。那去年參與第5屆漢堡節的朋友們，參加完都說已經開始在期待第6屆了。不止小西門家有好食的，觀光旅遊局嘛補充，台南400城市十里37區巡迴移動點，第一場嘛佇咧安平區安平遊戲碼頭盛大停場，熱情邀請個人朋友做伙來台南看展食美食。記者張秀維採訪報道。中央新聞在基隆。中嘉新聞在台北，中嘉新聞在新北，中嘉新聞在桃園，中嘉新聞在台南，中嘉新聞在高雄，忠實呈現最佳新聞。每週6下午1點，請鎖定高雄都會台中嘉新聞週報，帶給您最在地的觀點，最有人情味的報道。台灣好新聞就在中嘉新聞週報。今年邁入第10屆台南文旦評鑑比賽，總共61名農民競爭。市府農業局嘛隆重舉辦頒獎典禮，其中得頂獎文旦王由下營農會所輔導的馮榮昌甲王金秀這對翁仔某得到。今年受風台影響，台南文旦的產量大約減少2成，不過品質同款優良，而且對外觀、風味、甲甜度等綜合評分以後，今年最後選出19名優頂獎、5名頭頂獎以及1名特頂獎，摕下文旦王的稱號。其中每天嘛以頒發匾額來祝賀。台面風台就像劉波講的同款，風台影響一部分。但是大多數、絕大多數，幾乎100%，如果是上蓋好的品質，無影響的品質，所以呢，咱的訂單源源不絕。唔那是賣到台灣，台灣頂到有名聲，會到有出名，嘛是賣到外國去，出到新加坡，未來因為日本嘛開放台灣的油入去啊，所以咱一步一步來推廣。每一檔農業局攏會舉辦文旦評鑑比賽，就希望鼓勵農民用心栽培，對土地環境友善，嘛讓文旦產業延續發展。其中麻豆甲下營農民總是贏家。當然，相關好的農特產品在頒獎典禮會中，農會嘛全力促銷，希望在中秋進前再創佳績。其中每天嘛以高官提優質的文旦產品來代言。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
基比病院为了加强精神科病人营养的管理加教育，对今年2月推动加药师有约，同时有医疗团队的介入以后，和视觉失调病人的状况明显加速稳定。精神科视觉失调症的病人，因为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病人或者是家属因为惊副作用，加上有一寡病人欠缺病习感，无愿意就医或者是自行来中断治疗，造成病情反复无常。因此，基比病院对今年2月份推出甲药师有约，加强精神科病人用药的管理加健康的卫教。大大提升病人治疗的尊重性，因为通常病人都会跟家属，他们都会觉得我今嘛都好啊，我身体的状况已经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用药？但是我们会告诉他，就是说，其实他精神性的疾病，尤其是视觉失调症这一块是跟我们一般的高血压、血糖这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生理跟心理非常复杂的状况造成的疾病。你现在觉得好好的。可是你可能随时会反复发作，但每一次发作，你的脑细胞可能就会减少，会受到伤害。那你的生活功能也会减少，也会受到伤害。那这对你以后要回归社会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会希望他就是说不要停药，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可以慢慢的依你的状况，我们将药品减到最低。这项的计划不但有近病人甲药师的互动信任，和整个治疗更加安心以外，另外现在政府嘛推出长效缓释型的针剂，利用针剂来维持病人体内稳定的药物浓度，一方面稳定病情，另外嘛会减少长期服药的困扰甲副作用。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马家三兄弟恩生、恩家甲恩凯，因为细汉时家庭曾经陷入经济困境，好在再有亲友的帮助甲信用的支持，才顺利渡过难关。嘛，因为因伫爱的环境成长，三兄弟拢相当感恩。伫社会局的看线，嘛义务担任战役少年棒球队的教练，延续爱的经济。马家兄弟大哥恩生亲自为展翼少年示范投球姿势，二哥恩家则是调整打姿，专注认真的态度，就像是专业级教练。但其实他们分别是在资讯业及媒体业工作，而当初会到展翼少年棒垒队教球，也是因为社会局督导杨一宏的一句话。当初是社会局有一个督导，然后他只问我一句话，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教球？就只因为这样，然后我就一开始带着恩凯去到那个一个室内练习场，算跟家福球队第一次接触。然后因为应该是说我们有打媒体队垒球赛嘛，所以那个社会局的督导知道我们好像在棒垒球上有一些研究跟兴趣啊，因为刚好家福的球队前一任教练可能已经到了，要离开了，所以找到我们这边说能不能来帮忙这样子。其实马家过去因为父亲做生意不顺利，加上大哥恩生得过一场重病，家中经济一度陷入困境。好在当时有亲友的帮忙以及信仰的力量，让他们渐渐度过难关。也因为善的循环，让三兄弟更懂得感恩，想尽一切能力帮助他人。本身的家庭的观念、家庭的信仰，会导致说我们会去关注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不管是他在社会底层，还是说他本身就是其实他本身原本好好的，可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可能刚好在他的低潮，那你可以去帮助他，不管是陪伴还是说实质的物质给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去协助他们。我们家之前也受过人家帮助。然后当然不是状况很差，就是不是说请社福机构帮助，是亲朋好友可能知道说，你们家这段时间可能不好过啊，有3个小孩要抚养干嘛，他们会物质非物质的给予一些帮助。然后一开始我们当然不懂事嘛，因为都爸妈在承受这些善意，可是渐渐的稍微有一些理解之后，你也会知道这些善意他们的不求回报，我觉得是希望我以后有能力。不管在哪个面向，我或多或少我也可以把这份善意传给需要接受善意的人。
也许是因为来自充满爱的大家庭，三兄弟教球时不重分数，反而更重视团队精神以及品格教育，为的就是希望带给小朋友正面影响。教他们多会打球是其次，可是因为棒球团队运动，然后在他们的生活也是团体，怎么样让他们知道说，我为什么到现在有这样的个性，这样的算好人的样子，是因为什么样的条件造成？我想把这些观念教给他们啊。其实来这边应该2-3年，超过看到他们一直，我可能来到这边到现在还待在这边的球员，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觉得算是一开始没想到的意外的结果，可是也是会蛮开心的这样。3弟恩凯目前在北部上班，赶不上这次的练球，但2位哥哥怎会让他缺席这次的采访？特别为他制作了一块人形立牌代表出席，从这也能看出三兄弟们的好感情及媒体人的十足创意。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教育部国教署持续善的欢训古作本能，并办理网红90年的底片比赛。据此，担起安南高中的参赛作品都拿下得优。教育局除了表达肯定，嘛希望这个作品加强学生的健康观念。在无烟的校园里面，挖呀挖呀挖，学去烟蒂的知识，长白白的牙。挖呀挖呀挖的旋律被改编成无烟版本，这是安南国中所拍摄的烟兵防治短片。透过阎王殿的审判，让死者自白生前的不良生活习惯，引导观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作息对健康的损害。我演的是阎罗王，然后就是要传递一些健康的知识，然后像是什么槟榔会致癌啊，可能会有口腔癌什么的。在创作剧本之前，就会引导学生去收集跟烟害相关的认知，所以他们就会有些东西会觉得很讶异，原来烟害跟槟榔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危害是这么大，所以他们自己在拍戏的过程，年轻人他会放上去他们流行的元素，对，然后在拍的时候过程其实他们都很开心。影片中加入流行的短影音素材，融入新闻报道手法，将健康观念编写成朗朗上口的歌词，让观众加深对戒烟、拒绝槟榔的观念。有学生就分享，家里人看完这段影片后，也开始改掉坏习惯。家人们都有在讲说，这样子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希望，因为也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所以就希望这样比较健康一点。这支影片让安南国中在教育部国教署的短片竞赛中获得全国特优，这也是耳濡蝉联，相当不简单，激发学生创意，用影像的力量倡议烟害防治议题。教育局也表示肯定，在全国里面，我们安南国中的表现都看得到，而且最厉害是从107学年度就参加到现在。那大家都知道，因为依照烟害防治法112年的新修正规定，第17条，如果现在的这个防治烟害的年龄已经上修，到20岁。烟害防治法规范各级学校全面禁烟，教育局持续宣导，强化学生拒烟的知识，市府也会扩大禁烟场所，透过法令规范守护全民健康。记者收回来的报道。感谢收看9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